大家好。Rachel 啊，今晚大會咧就安排我哋頒最佳男配角啦。嗱，我就知道你憑白日之下獲得第42屆最佳女配角嘅。我想問下，你覺得一位完美嘅配角應該要具備啲咩條件呢？哦，最緊要就係不經意咁演技大爆發，又肯為角色犧牲，低調咁樣搶主角嘅戲，令主角唔發覺之餘，又令到離開戲院嘅觀眾會覺得啊，頭先喺主角隔離嗰個演得幾好喎，幾好啊！你個方法。咁今屆5位男配角都具備呢個條件喎。嗱，即係例如杜德偉先生啦，佢演大毒梟又得，演一個行選嘅負心爸爸又得，真係一位被唱歌耽誤嘅好演員啊！仲有 Loka， 我知道佢為咗瞓身演好一個拳手嘅角色，佢用咗同職業拳手一樣嘅訓練方法，真係好辛苦㗎。喂，咁啊，陳湛文就真係唔話得啦。佢為咗角色啊，佢願意喺大熒幕前面獻出佢最私密嘅嗰2楷部位，真係唔話得啊你。至於 Bang 哥，佢個角色係冇名㗎，成套戲都令到觀眾記得佢個糖水白，真係低調咁樣用糖水搶個水餃嘅戲，但其實套戲係賣水餃喎。最後啦，又南，我數過㗎，你喺套戲裏面咧嗌 Mayday 總共128次，雖然你好努力咁樣求救啦。最後都係救唔到，犧牲埋。不過講笑還講笑，其實每一個角色都係成就一部好電影嘅骨幹，缺少任何一個都唔得。競爭真係相當之激烈啊！咁我哋事不宜遲，一齊睇下提名片段。榮獲提名最佳男配角包括陳湛文 UFO 離奇命案。你哋想點啊？你哋想殺我？喂！你知唔知你25年我點過啊？我有氣講啊！點解你哋有個氣接受啊？死啦！死啦！死啦！袁富華水餃皇后。湯圓咧一定要食9粒㗎，知唔知點解啊？你算啦。長長久久啊嘛，碼頭啊放工咁咪人流多，客源多，係啦，咁就生意多咯。黃又南再見 UFO。幫我同阿 Cat 講話我好掂，打勝仗。原來一直以嚟我都好大鑊，不過係大鑊全勝嗰隻大鑊。我以後會學好英文，好揾份正式嘅工作。林嘉熙拼命三郎。關咩事啫？我冇佢幫我㗎，你扮人做老豆啊！杜德偉風林火山。我都係怕死。我冇鬼用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嘅係杜德偉風林火山。杜德偉首次入圍最佳男配角就成功奪獎。
首先我要多謝香港金像獎嘅評委團隊啦，每一位評審認同我呢一個李文迪呢個角色。咁其實我已經好耐冇喺香港有入一啲電影嘅演出啦。咁今次呢一個獎亦都係啱啱喺我自己入行41年啦，應該係話。咁所以佢嘅意義係非凡。咁我要多謝《風林火山》嘅導演麥浚龍先生，佢寫咗一個咁精彩、咁特別嘅角色俾我，我多謝你對我嘅信任。其實咧，我係諗咗好多嘢講嘅，跟住而家咧就咩都唔記得晒啦。仲有我係要多謝另外一位喺《風林火山》裏邊有份參與嘅演員，就係梁家輝先生。咁當我攞到呢個劇本嘅時候咧，我就第一時間就去咗佢屋企。咁佢用咗一晚嘅時間同我分享咗佢對李文迪呢個角色嘅諗法啦，同埋佢嘅心得俾我。咁嗰個過程係非常之精彩嘅。咁但係我好想同大家而家分享，但係因為太長太精彩啦，咁我所以如果有機會可以做一個專訪嘅話，我先至慢慢同大家詳細分享啦。最後我要多謝我嘅靈魂伴侶太太 Ice 同埋我嘅好乖仔 AJ， 你哋係我永遠最強嘅後盾，多謝大家。